有一日，同學 A 同同學 B 啱啱放學，正喺度搭緊輕鐵翻屋企。我一直以嚟咧都個疑問啊，你又諗緊啲乜嘢啊？即係咧架輕鐵咧向嗰度向前行緊噶嘛，咁我跳起身，咁係咪應該去車尾啊？落翻嚟嘅時候，你又好似有啲道理喎，咁不如我哋試下啦。好啊，嚟啊！3、2、1，同學 A 同同學 B 跳起落地後，繼續喺車廂同一位置。點解仲喺呢度嘅？我點解冇喐到嘅？喂，你哋喺度做緊啲咩啊？你哋而家着緊校服噶喎，你哋咁樣有損校譽喎。我阿 Sir，我哋只係想做一個實驗咋。嚇，你哋個實驗係關於咩㗎？即係我哋而家坐喺輕鐵度，輕鐵向前行緊噶嘛，咁我跳起身，唔係應該去到車尾後邊咩？誒，好似啱喎，不過咧，其實同我哋物理入邊學嘅慣性咧都相聯嘅喎，因為咧我哋同個輕鐵其實係有同樣嘅速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跳起嘅時候都唔會去咗車尾後邊㗎。咁點解我哋跳起咗，我哋都仲有同輕鐵相同嘅速度嘅？哦，其實就係因為咧，你可以諗下喎，喺我哋跳起之前咧，其實我哋一直都係有個相同嘅速度向前行，就算我哋跳起之後咧，其實都係冇改變到，咁所以咧我哋會一齊繼續向前行㗎都。嗱，其實除咗呢個例子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例子係關於慣性嘅，咁我哋可以一齊睇下其他片段喎。我哋都知地球會圍住我轉，世界唔係淨係圍住你轉嘅，仲會自轉㗎。咩啊？地球係平㗎喎。咁你又知唔知地球自轉得有幾快呢？如果你住喺赤道附近，你腳下嘅地表會以時速超過1600公里向東轉，就算喺緯度45度，地表仍然會以時速大概1180公里向東轉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唔少人都曾經有一個大膽嘅想法。如果去旅行，飛機升空之後停喺半空，等地球自轉到目的地咪得咯，咁咪仲慳油？冇，我邊有咁傻豬啊？唔使驚喎，我唔會笑你噶喎。邊個冇天馬行空過啊？如果根據呢個邏輯，假設你住沙田要去屯門返學，只要你不斷垂直跳起，大概1分鐘你就到，唔使再嗌 Go to school by bus 啦。1個半鐘，哥仔我話俾你聽，我冇問題。冇問題你就落車啦。但我哋都知咁樣係冇可能嘅，因為牛頓嘅慣性定律，你垂直跳起只會落返原地，而地球上方嘅空氣其實都一樣同地球自轉緊㗎。如果唔係，你將會不斷俾時速1000幾公里嘅風掌刮㗎。所以飛機升空之後，其實亦會跟隨地球一齊自轉。如果要令飛機相對地心固定，飛機係需要反方向飛行㗎，即係如果你喺赤道上機，飛機係需要以時速超過1600公里向西飛，先可以維持相對地心靜止。但因為燃油效益呢，民航機一般飛行速度都係低於每小時1000公里㗎。咁呢個方法有冇慳到油啦？你講？冇，仲未計全部城市係同一緯度先可以用呢個方法呢，所以唔好再咁傻豬豬啦。